佢表面上係一個願意陪你走最後一程嘅暖男，實際上係一個冷血連環殺手。今集帶你直擊日本最轟動嘅座間九屍案，睇透人性最黑暗嘅一面。大家好，我係阿 M。今日呢個故事要由2017年10月31號講起。嗰日係萬聖節，神奈川縣座間市呢棟白色公寓卻上演緊真人版恐怖片。警察推開兇案現場102號房嗰陣，點都估唔到呢個細到得13平方米嘅單位，竟然藏住9個頭顱同過百件人骨。更恐怖嘅係，最後一個受害者遇害嘅時間就係警方入屋前嘅幾個鐘頭。主角白石隆浩1991年出世，佢唔係破碎家庭出身，冇家暴，冇酗酒，冇極端宗教，父母係普通打工仔，屋企仲有一位姐姐。細個嘅佢都算係正常細路，喺外人眼中，白石文靜，唔多講嘢，唔惹是生非。隔離屋見到佢都唔會多望兩眼，唔係問題少年，唔係反叛仔，普通到完全唔起眼。而正正因為佢太普通，所以後來佢嘅行為先會令人更加難以理解。中學畢業之後，佢做過10幾份工，超市員工、物流臨時工、清潔、店鋪助手，但全部都做唔長，最耐嗰份都只係半年前後。直到2017年年頭，佢開始喺新宿歌舞伎町做一份叫做招攬員嘅工作。呢個職業係咩？主要係喺街上搭訕年輕女性，引佢哋去風俗店、去俱樂部，再從中抽傭，介乎灰色地帶同犯罪邊緣之間。呢份工要求你識講說話，識睇人弱點，識氹人跟你走。而喺嗰度，佢第一次感受到原來我係可以控制人。之後佢仲因為引誘未成年少女進入色情行業被捕，判咗1年緩刑。童年失業嘅佢開始日夜流連網吧，冇方向，冇目標。就係嗰段時間，佢發現咗 Twitter 上面嘅黑暗角落。日本 Twitter 裏面有一個極度灰暗嘅世界，一班情緒好低落嘅年輕人用 hashtag 傾訴。好想死，有冇人陪我？唔想再返工，不如一齊死。白石開咗幾個假賬號，日日巡邏，專門搜尋呢啲 hashtag。根據警方後來統計，佢嘅獵物主要係15歲至26歲嘅年輕人。第一位受害者係21歲嘅女大學生。8月25號，佢喺 Twitter 寫：每日喊住醒，真係頂唔順。白石即刻回覆：我都曾經想死，我明白你。3日之後，呢個女仔坐上 JR 電車，去到雙舞台前車站，閉路電視影到佢最後身影，背住背囊，着住連身裙，慢慢行向死亡。白石租嘅單位只有13平方米，月租22,000日元，但佢搬入去第一件事唔係買家私，而係去五金店買2個70公升保冷箱、3把唔同尺寸嘅鋸、大量漂白水同埋貓砂。佢根本係為咗殺人而佈置間屋。根據供詞，第一位受害者入屋坐低唔夠10分鐘，佢就從後勒住對方條頸，大概5分鐘後就冇呼吸。佢係咁形容。佢被捕後講嘅一句說話更加動入心：殺人比我想象中容易。之後由8月到10月，總共有9個人遇害，最細15歲，最大26歲。白石向警方詳細交代咗作案流程。Twitter 引誘、騙上公寓、即時殺害、分屍、盜取財物。因為屋企細，佢要不斷整理遺體。最瘋狂嗰陣，雪櫃入面同時擺住4個頭顱，佢用貓砂同冰塊掩蓋屍臭，再分批當垃圾掉走。鄰居開始都聞到異味，但係都冇懷疑發生啲咩事。案件嘅轉折點喺10月24號，一名23歲嘅女性失蹤，佢哥哥查看妹妹 Twitter， 發現最後聯絡人係白石。佢哥哥做咗一個驚天決定，開新賬號扮想自殺嘅女性，親自引蛇出洞。經過3日周旋，白石上吊，佢哋約好喺小田急線綠平站見。10月30號，便衣警察喺車站認出咗白石，其後跟蹤佢返回公寓。
第二日中午1時，警方持搜查令衝入單位，房門一打開，一名警員事後如此形容：迎面而嚟嘅係漂白水同腐臭混雜嘅味道。現場發現9個頭顱、240塊人骨，受害者嘅個人物品被分類整齊擺放，仲有白石記錄犯案過程嘅筆記。最震撼嘅一點係最後一名受害者遇害嘅時間就喺警方進入單位之前數小時之內，而白石被捕嘅時候完全冇表現出慌張，佢承認殺人、承認分屍、承認利用受害者嘅脆弱。佢話：佢哋唔反抗，我就殺，我冇後悔。佢哋想死，我只係幫佢哋。但之後佢又承認好多受害者喺最後一刻其實並唔想死，佢仍然照樣下手。2020年12月，東京地方法院裁定白石隆浩9項謀殺罪名成立，判處死刑。法官表示，被告有預謀，有周詳準備，專門針對精神脆弱嘅年輕人落手，完全冇反省。白石聽完判決，只係淡淡講咗一句冇問題，隨即放棄上訴。直到2025年6月27號清晨，日本法務省正式公布白石隆浩已經被執行絞刑。但對9位受害者嘅家人嚟講，即使兇手已經被處決，心裏留下嘅空洞永遠無法填補。呢一單案件唔單止係9條生命嘅消失，亦都係一個沉重嘅提問。當網絡成為惡魔嘅狩獵場，當溫柔嘅言語變成致命嘅陷阱，我哋可以點樣避免下一場悲劇發生？如果大家覺得今集內容精彩，記得俾 like 同訂閱 M 埋案，阿 M 會繼續為大家發掘更多真實奇案。